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俗语咧讲，船过水无痕。字面的意思就是讲，船一个驶经过了，水痕一个仔都无看。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忘恩背义，或者是讲代志发生了，完全拢无留痕迹，当做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魂，好运魂第5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魂是生疼已经好去的惹，咱讲是伤魂。现代混化来讲，线形的印惹，咱讲是魂；像讲布纸拗过魂惹，咱讲是拗魂。咱人皮肤或者是物体表面，若是有绕纹，咱讲是绕魂；若接线，咱讲是夹魂。另外画线、画唇，嘛有人讲是画魂。另外，这个魂嘛当讲是算印惹的单位，像讲一分一魂，嘛当讲是一零、一纸、一唇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闭魂，意思就是闭唇，就是讲物件闭开的线纹。第2个词读做手魂，会当讲是手印、手模。咱即嘛当讲是指纹，也就是手指头底面的纹路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阿明想讲厝内壁有闭魂，就家己买材料来补涂油漆。真无简单要完成啊！一个无注意到手乌去蒙壁，留伊的手痕伫壁顶，一声一打搁爱定漆啦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魂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